大家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很开心的帮各位大家介绍这一段的内容哈，因为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这是佛要救度众生唯一的办法，也是我们凡夫众生唯一的一条光明的大道。如果没有这句话，可能众生就一直不断的轮回，不断的堕落，都在黑暗里面呢，过着一种不安心的生活。今天下面这一段的内容很重要，跟众生有密切的关系。念佛安心不畏惧，你念佛要安安心心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佛要救度念佛的人嘛。既然我有念佛，顺佛的本愿，那他非救你不可，无人不救，无人不度，那我们就安心了。只要我能念佛，我就能安心。所以不畏惧就是不害怕的意思。我只要念佛，我很安心，我不要怕，以后我不会受苦了，不会到黑暗的地方了，所以我非常安心。杂念妄想没关系啊，你就算念佛当中你有杂念，你有妄想心，这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佛没有要求说你心一定要干干净净我才救你，他没有这样要求。所以呢，虽然有杂念有妄想，这是我们凡夫众生本身应有的习气在。我们如果完全没有杂念呢，完全没有妄想呢，我们念佛都很纯净了，那坦白讲，这个呢就是你是菩萨了，你已经是个罗汉了。所以杂念妄想是没关系的。信愿二日放心里，你要有信阿弥陀佛要救你，你愿意要往生，所以这两个字你随时随地放在内心当中，那样弥陀自然来接引。阿弥陀佛，到时候你这个舍报往生因缘成熟了，阿弥陀佛自然就来救度你了，来接引你了，离开娑婆世界往生西方很重要哦，你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。南无阿弥陀佛。